高雄火尸命案，警方目前确定有3个负责人受害，其中一位阁是县长嫌犯伊阿兄的某。专案小组昨暗时到今仔日透早，陆续找到手面等人体组织，已经送检比对。因那警消人员下晡是继续往出海口方向找找线索。即阵就有风声讲，县长的嫌犯疑似是因为家产等纠纷才犯案，检警也正咧继续侦办，希望突破嫌犯的心防来厘清案件。监察人员甲为水底浮起来人体组织带入塑胶袋内底，高雄连环杀人案持续咧侦办。伫个侦案找到受害者的正手了后，专案小组车白持续出动，驶树林艇沿前镇河往高雄港的方向超找，早起已经找到11块人体组织。警方追踪县长的嫌犯的行踪，发现伊犯案了后，拢会挂黑色的袋仔去前镇河金江桥迄块袋仔第5水路的所在，甲尸体弹掉。消防人员这3天小连续伫前镇河第5水路往高雄港的方向，也有25、26号码头迄块袋仔，发现部分的人体组织，显示遗骸已经漂流差不多1公里远，嘛增加敲锤难度。靠近国宅这边的100公尺处啊，有寻获这个人皮组织1块。那在这个25号及26号码头船坞这边，我们打捞到了大概10块的这个人体组织。这个命案目前已经确定有3个人死亡，除了1月份到2月份受害的左营县长的负责人，甲男子姓赵林的负责人，就连嫌犯以姓黄的兄嫂嘛去互杀害。警方调监视器确认，这个姓黄的负责人是去年11月29中昼去甲姓张的嫌犯坚定的徛家，了后就失踪。有熟悉这个嫌犯的民众讲，伊那像是拄到经济问题。我觉得他应该是也有缺到钱，因为他之前有一直讲说他那一间公寓要卖掉。这2天找到的人体组织，还佫当地比对。消防人员下晡驶树林艇继续超找，因为包括嫌犯的兄嫂在内3个受害者，除了第3案的受害者有找到部分的遗体。因那伊犯案的工具，还佫有2个受害者的遗体拢还未找到。除了持续敲锤，检警嘛希望会当赶紧互嫌犯讲老实话，理清犯案的动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